艺术教你无简单的，你算设立死吼，几公分就使请教？几公分？我是查某的，几公分？管啦，先管啦，正经的啦，我有一个电视台，未使问查某有几公分哦？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龚恰恰。大家一起注意，我这边跟你注意，哈哈，是的，感谢大家。去看眼科，烟豆是安尼，烟豆咱捌讲过安怎写吼，就是豆烟安尼吼，真豆烟才会变烟豆啦。人甲人看久烟就谱嘛。感谢咱全世界好朋友收看咱全国上较有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上较有气质的节目，叫做《画山画水画玲珑》。我是咱的好主编，我叫做彭恰恰。台语的语言必须保存，一直爱流传落去。所以咱现场有一个真厉害台语文的专家，欢迎郑安珠老师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拍球主持四过总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老师嘛，足厉害，应用来宾无共款的这内容。拍球主持四个钟，可见今仔一定有拍球的人数来到位。由这个角度看起来，看不出因两个到底差别有偌济。会使请咱们来宾徛起来，我们看。徛起来吼，徛起来就再看过。徛起，来，徛起来就知影咯。这豆腐袂当用拍呀！哦，好搞笑，伊个敢若咧，哦，好搞笑，这伊啊。我关架啦，大家拢知影叫做拳打，中段是要另外几公分。我一个拳头母是就8公分。哦，迄应该有15公分哦。请。哦，你坐吼，啊有小可困难，等我一下。伊还有看你啦。哎呦喂，哦。咱来用台语自我介绍者，咱有请苏囡仔先开始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小柯，嘿，我的本名叫做郭依玲。我拄开始出道的时阵，我是唱歌佮跳舞的，哦，足辣迄种哦，嘿，安尼足辣的，对，是。阮节目的规定是安尼啦吼，然后讲着就爱起来舞两个互阮看卖啊。你讲足辣迄种。嘿，足辣的，来，足咸的啦。哎呦，是，嘿，对。讲煞未？我还未讲完。嘿，对。哎，你讲完普通安怎食？是用切的还是用？讲完用假。真少人安尼讲啦，我还未讲煞。哦，我还未讲煞，对。你对你本名我都已经听无啊。郭依玲。哈？郭依玲。国，敢是过吧？过大名的过是？那叫过哦，是，郭依玲啊，嘿啦。你是姨啊？姨啊，有你用下，记下。郭依玲，嘿，安尼。哦，这做伊个玲字。嘿，对。好，你请回者，我研究你的名字。老师，郭依玲。玲，哎，玲哦。哦，这个查某囡仔做玲丽。玲丽有可能是讲这个囡仔作巧。哦。这个囡仔作巧，还是讲骹手作美？
哦，所以拄爱跳舞，你讲安尼下叫，所以号名足重要啊。所以老爸老母甲你号这名，就有可能决定你以后的前途甲无。是啊，嘿，真正。注意哦。搁唱搁跳安尼。过，毋是国吼，一直国规保啊啥拢无。但是你无简单的，你算讲设立四吼，几公分就使请教着。几公分？我是查某的，几公分？新管呐，新管呐，喂，正经的啦，我有一个电视台，袂使问查某有几公分哦。你新冠，我的新冠啦，嘿啦。都一人拍招呼是咧，先生你好，请问你几公分啊？有人安尼拍招呼的哦。歹势，的啦，我153.5公分。你有遐济？有啦，嘿啦。穿鞋啊，穿鞋对啊，啦，无啦，鞋啊褪掉是153.5。啊，你介绍完未？最近有啥物作品？我最近无啥物足重要的作品，啊，毋过我有一个足重要的好事，就是我嫁出去啊，嘿。恭喜！对方是真系不行啊，不是？对，我还做伙1个月，我就还结婚啊。哇！这个系相当的勇气呢。是，因为好不容易有啊，爱家己摕掉的，啊伊走去，我就无对象有啊，你甲摕掉？有啊，是讲。有感情来啊啦，嘿有对象啦，对啦，就迄比啦，嘿啦，迄比啊加落去都无要甲你拔。对啦，拔开就无啊啦。你最想要讲台语的吼？你是我讲台语讲啊足烂的，收到久，缘分天注定。对。当时要铺下来，哪会知啊？1个月实在1个月就结婚啦。无得甲因白头偕老，迄嘛是我代志啊。是啊，结婚1年半啊。哦。啊，咱无放贴啊？因为我要请碰狗做回来。会使报3千6无？会使啦，你来个就好啊啦。新唱名，特别出代志啊。对你啊，好，大家好。伊叫做小柯，我叫做大柯。大家好，我的本名叫做夏浩万啦，夏浩万嘿。啊，我以前是咧拍，拄则碰过讲拍球的啦，吼，就是我。我进前是拍迄篮球的，啊，拍甲毋是介好。拍甲毋是介好啦。有做过国手？有啦。拍了伤好啊。有啦，有做过国手啦。都几遍？差不多大概两三遍安尼啦。有。因为后壁过来就真受济啊，就开始愈来愈大个。啊。都退休啊！这无差呢，迄个乌人队你知无？啥？洛杉矶乌人队。较早一个迄个嘛是足。哦，Shaquille O'Neal 啦。O'Neal，是人伊照常跳起来，动对，但是伊差不多220公分啦。哇！啊你足悬的，我200，我拄好200公分。你比较瘦啊。嘿，对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头一届有人讲我瘦，谢。那会篮球拍拍变做专业艺界做个？就是因为讲咱球拍了毋是介好啊，愈来愈大颗啊，有一个节目，好，歹势。结果咧有一个节目吼，伊就是专门咧食物件的，看我安尼足大颗的，安尼食物件应该是足趣味的，伊就甲我找一个 partner， 一个搭档。遮就有啊。啊，毋是安尼，咱若是做伙吼，迄个电视缀袂落。你哪拢一半咧？阮若是做伙，阮若是我甲伊若是做伙，你徛在边看电视底落。无退后，个退。无嘛，咱就照即摆环境嘛吼，安尼看底落。有，即摆科技较进步。不过你讲啥物叫做足客？画面抹啊，修抹啊。买呢，佮感觉佮有空间哦。啥物空间？咱要食物件你买到拍，啊，就无法度啊，对无？我头拄徛伫我头前搞，我规个拢歹势，安尼我嘛是做歹势。大家无看。是，啊过来，伊就找一个足细汉的查某囡仔，甲小柯差不多悬的一个囡仔，咱两个去介绍，阮两个去介绍即个食物件的节目，大家感觉足趣味的啦。你变主持人？嘿，我变主持人。一年偌济？
啊，什么？一节差不多哎，你是免我差不多拍22、23节，你一节安尼。比我知啊。安尼。哎，娶某未？我去年有生一个囝。啊，也未你生还是你某生？我某生，你要摸我几公分无？我是一个查甫人，阮某生，我甲阮某生一个囝啦，吼。啊，也未请客，啊，过2个后礼拜要请客。你是要去参加呢？无，我是讲因某足水的。你若捌某？我看伊的节目啊。哦。你毋知影因某是啥物职业？哦，对。你家己介绍你某。阮某是小姐，阮某是因某伫即个工程部咧上班啦吼，迄路因若有空吼就去囤去补。不是啦，是安尼吗？阮某是做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如果空中啦，空中啦。阮某伫咧飞轮机顶悬做小姐，那么少，愈讲愈奇怪。咱拢莫甲教，互伊家己解说。阮某是空中小姐，空中小姐啦。你空2个就过来，阮某空。阮某空中小姐，伫飞机顶悬咧服务，听讲你手有力的，你我都甲举起来。家己起来，伊遮细只，当然卖我无我不会相信啊。好佳仔，你是叫我掠伊，毋是掠。哦，来啦，会使试看卖啦。伊慢慢笑，慢慢笑。我甲你带咧。安尼哦，预备开始，嘿，哇，哦，这好我是安怎要个安尼掠？我是惊伊手无力，伊若是，哦，毋是你无我掉一个手较有力的啦。伊若是，不要紧，手你手请啱来做。手做力的啦，手骨较粗，嘿，袂着伤的。我手足骨的呢。来啦，试看卖啦，哎。校长，我惊你一支手安尼歹出力，咱一个人一边啊，贴心的，我做贴心的。无啦，我是讲碰过来试看蛮啱啦。你莫误会，我是叫你压伊。这若安尼是无法度啦，那新娘报可能会，新娘哦，安尼抱可能有机会，可能有练习者训练的，你哪袂假嘛？来啦，你艺术搞，不要笑啊！哦，你要讲啊，你都红啊呢？笑掉嘞！哦，你就差不多要登记啊啦。拍摄，节目还未开始呢。各位开始，我想讲要结束咧。无啦，无可能，遐济。反正因最近咧，拢咧照顾囡仔啦，较忝，较无啦。你嘛新生就对了。嘿，就新精神，你那新生出来，不是精神咧。我知啦。哦，谢。我忝的啊！含你讲我嘛都忝的啊！好，爱休半点钟去啉茶咩？啊，咩？你甲我叫一个救护车就好，对不对？救护车普通应该载你嚟吧？安尼无你叫白云啦，白云。我袂讲了，你结婚了啦。好，好，即马安尼啦吼，因为今仔日来宾较特殊，所以可能的台语吼较简单小可。外来语听有无？外来语，哦，我听有外来语，解说者。就是为外口别个国家的怪的语，哈？语言咩讲？语言呐，啊，咱家方甲咱会使讲的语言。欢呐！就翻做咱会晓讲的语言。你讲我老师，试看买就知啦。好，听就知，老师教考的。哎，我讲目地哩，我讲电池，吼，这足简单的，你放心。我讲radio啊，我讲收音机，是，这足简单的啦。
你个还会后关？我就紧张的啦。我讲塔古西，我讲计程车。简单嘛。哎，简单简单。来，我讲野球啊。啊？我讲野球啊，野球。哦，我讲野球啊。你不是讲啊？野球是棒球，棒球，棒球。哎，对，棒球。那个咱个叫做棒球嘛。对。来。哎，我讲落来吧。我讲螺丝架，螺丝架拢会使，袂歹。我讲另个，我讲苹果，这伤简单。哎，水。耶，我讲艋舺，我讲艋舺的卡通嘛。哎，你惊啥？你个音就对卡通了。，俺讲台语我唔知怎么讲啊。艋舺，老师，系啊，艋舺是日艋本。舺其实有2种无共的物件啦，一种是卡通影片，嘿，艋舺，不过台语那无相对应的词。啊，另外一种是讲红仔册漫画书，哎，红仔册，哎，另外一句我唔知你听有无？咱来去艋舺看艋舺，唔当互艋舺。爱听有无？来去艋舺看艋舺，人叫艋舺，所以迄老师就是老师。对，安知影清楚啊？红仔册，哎，我讲艋舺，我讲红仔册啊。是我讲稳将，我讲司机，我讲奥多摆啊。我讲机车。哎，你要讲机车，你咪一直看我。我感觉怪怪。来个。来，速度加紧。哎呦，你莫讲 tomato 啊。我讲小黄车，小黄车。哎，看我那个黄车，黄题。这两字吼哎， ，tomato 是日语。对，那你来要讲迄翻做台语，其实几种讲法。有臭棋啊，臭棋啊，柑仔蜜，柑仔蜜，干嘛嘿干嘛蜜？阮遐讲柑仔蜜。我讲干嘛蜜？好，好，我讲 tomato 啊，我讲干嘛蜜噶？我讲斯里巴，史力巴。我讲牵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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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牵拖啊！哎，我讲牵拖。为咩个斯里巴叫千多？斯里巴变哪写？史力巴就英文 SLIPPER。哇，slipper。 Slipper.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. Thank you very much. OK，你我讲什文啊？我讲洗手的泡，哎，迄sab文我嘛是讲sab文呢。地科啊，哦，是叫地较科。古早啊。哦，地科。好，我跟你讲了吼，这较简单啦。好。哦，地科。好未？我给你嘛吼。哎，胖哥，啊，地科吼，其实小可有问题啦。哦，因为咧语言地图吼，中部叫地科，不过南北二路拢是叫沙文、沙缝，为法语啊沙缝来。啊，地科其实毋是真正沙文，地科是安那咱咧煎油的时阵吼，地米对毋对？地迄爱甲煎的地油出来，啊变伊泡吼，规甲变做地大饼安尼，迄叫地科。啊，尾仔变做甲，另外咱咧用来洗物件，佫有一种叫做迄个五目子，听无？无患子。哦，无患子，像这伊的接拢有迄种清洁的功能啦，所以尊重啦。尊重。对啊，因为南北二路虽然是讲沙文，中部讲地科，毋过咱拢共款就好。对，讲着咱就安尼了解一下就好。大家知影意思就好啊。好哦。我讲认真啦，我讲认真啦。我讲红菜头，对，我讲先拜。我讲头前的人。头前的人。嘿啦，头前的人啊。头前的人，真辈哦，真辈。先拜就是先辈。真辈。哦。先的先人的先。先拜。先辈。以后有尤其拍球人啊，先拜你好。对，咱拍球人较知影啦，先拜。对。喂，我讲要倒啊。哈？你结婚用的对，我讲要倒啊。要倒，我讲名城，我讲南宁舞啊。我讲吊嘎。注意哦。我讲吊嘎啦。我讲内裤带。内裤带，我讲这是一条物件。内裤带要安怎讲？领大。内裤带伊的物件就是为 necktie。阿妈讲 necktie。哦。
啊，咧日本因为good day，所以咱咧用日本的音，老师我咧讲对对啦。，因为日本人吼对一寡迄个轻声的字音较无法发，像讲那泰，伊泰那啊，像讲北骨，咱讲 back，伊可伊发袂出来，若要加着有什物北骨，像讲 last，伊变 last stop。那是哎，所以日本人因为他们伊无迄种注音，所以伊拢加一寡字母字啊。所以日本人的英语是世界真有特色的，咱来尊重，咱来尊重。哎呀，最后一条，我讲拖拉库，我讲就大台的车， 2字，卡车，卡车，袂使卡卡车，车。卡车。老师，我你出2条。 Hinoki， 两个人举手。 快吧，旁北，旁北，伊是要讲快木啦。系啊，上鹅，哇，上鹅，上河你讲飞去月球迄个上河吗？我来写哈。好，哦，胸，胸模，胸，胸鹅，哦，这是亲嘛，哇，哦，迄种就是胸鹅。好，安尼今日了解完全这个。这个国语我嘛唔知迄啥物物。哈，上深哦，不然考较简单的啦嘿，卡布，杯啊，杯啊，哦咧会啊叫杯，伊卡布，这手袂使比笑杯我卡杯我咧酒杯。你是要讲罩杯的？对，来沙，敢是灯湾，卡布的杯啊，对啊，卡布的杯啊，杯啊，好啦，卖烦恼吼，这无还袂煞咧。我开心啊！我叫你下面咧，都有4点钟啊。搁煞入去拼演技来，拼大家对俗语了解咧，俗语讲了好。小哈是一个真热心助人的人，定定伫个路上看到一寡不公不义的代志，就会马上跳落来处理。这一天，伊交同款热心服务礼面的李长伯啊，行伫个路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甲看落去。哇，哦，李主编啊，嘿，你看那遮侪人咧排队啊，你是咧排什么啊？哟，啊这人咧排队，毋知咧排安怎你也知？系啊，我咧想应该是排一寡足好食的物件。嘿，你讲我你会使开较落来无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应该是咧排一寡足好食的物件啦。哟啦，还是无啊，我跟你讲我足忝的。嘛，歹势，阿妈，阮今啊，日生。我脚甲拍开哦。对，多谢。你看咱台湾人都是爱食一寡迄珍珠奶茶啦，啊，什么乌糖粿啦，乌糖粿，啊，个什么比咱面更较大的鸡排啦。你讲麻糍啊？鸡排啦，鸡排你别用台语你问我嘛。哦，歹势，我全规矩，还会礼面呢。啊，我一个外省啊，讲台语讲安尼会袂歹啊啦。你讲这排队我是个人安尼干。我安尼自少年甲老，我就讲嘛，啊，这排队拢有发生一个问题，叫做插队。哎呦喂啊！我上讨厌插队这件代志啊！对啊，顶解吼，我看到一个人吼，安尼看起来嘛是缘投哦，而且这少年啊插队呢，我随过去甲处理甲叫。我叫今日个站的吼。别，咱袂使甲凊彩甲人站，啊，就是甲叫，啊，伊就知影家己唔对啊。你这人算讲，你算见义勇为啦。你这个行为真正有够在后届。后届你顶换你出来说。啊，唔敢，我就对你去。排足久的啊，排伫掉哈。哦，足忝，足忝的啦。徛足久的啊，真正徛足久的哦。我适合啦，你看，你有看到无？迄个光头啊，迄个手，直甲头前迄个小姐甲摸，安尼摸，行较近，看较详细。哦，行。有影，你看查甫的手，哎呀，好安尼。看迄个面，安尼
一看就是一个色人的款啦，啊手开跟当乱摸乱来，太高贵，迄伤咸嘛啦，嘿啦光头白日安尼，啊，到路边安尼望来望去，敢袂好过一招啦。而且你看，遮济人在看，拢无人甲伊阻止呢。哎呦，安尼受限，我甲你讲，我一定要跳出来甲阻止，好，好不好？我来处理，你边仔看就好啊。好，我来处理。先生，嘿，安怎？哪有树仔伫遮？嘿，嘿，树仔会讲话嘿。你的手拄则是咧创啥物啊？我无啊，我个你什么什么？你拄则甲这位小姐给直直蒙乱蒙，你拢有看到哦？有看到哦？伤过分啦！你人都做大上的，你起码你戏就莫歹人去了啦。哎呦，你丢白啊！这种人哦，咱就要甲伊大声讲出来，安尼伊就会歹势以后则袂唔敢搁安尼做啦。这张树啊，系啊，啊你爱听迄个老大人的话嘛，对无？讲话遮歹哪哪，啊我手也无安怎啊，对无？无安怎？来，你看，你证据确凿啊！讲无，你讲无，我拄则就看到你的手安尼摸，就爽的，迄目睭拢闭起来咧。我我嘿啊，伊的是我伊安尼。啊，你去啦！小姐，嘿是，我问你，嘿，拄则这位先生是不是甲你直蒙啊蒙啊直蒙就对啊啦，是不是？你看起来足无爽快的，对无？是啦，伊直甲我懵啦。对，有啦。人拢讲啦吼，叫警察，打电话110。小弟哥，你是啊，毋过伊我男朋友呢？嘿啊，伊安尼甲我懵是，阮排队排足久啊，骹足酸的，脚嘛足酸的，伊甲我抓拎一下，我安尼感觉足舒服的啊。你甲我男朋友讲安尼甲伊讲袂使啦。这是恁男朋友？系我男朋友，我要结婚啊呢。我要结婚啊！法师袂使结婚哟。你平常是毋是最爱食一寡控肉饭、迄腿裤物件？无那会吹啊？唔知。哪呢啦？你丢白我甲你讲，你唔爱啊冲动哦，什么代志都问我清楚。你去就讲戏叫你都无啊，代志都看清楚去甲人讲迄落。你这真正是哦，扣着死后。来，到第二句的俗语，听了。那有变啊？较紧嘞，咱拔较紧嘞哦。啊，你去这做啥协同啊？不，你讲我个面看你甲伊摸，点解我摸了？啊，卡通讲摸，直直摸，我讲无，你讲无，这真正无啊，真正无。无，你，你啊，你啊，几面？你唔你问我这对你白听。哎呀，唔是啦，我甲你讲啦，即嘛，咱就下一个过来。哎，老大人安尼，你又这歹人，我来不对来，你莫讲，我甲你讲，你这人我问你，小姐，你拄则是甲你摸，甲你直摸。有啦，伊有甲我懵啦。哎，就有啊，叫警察来。无啦，先生，毋是甲我懵啦，伊是把我抓拎来，因为我男朋友啊。男朋友啦，嘿啦，你甲伊骂毋是啦。嘿，我男朋友甲我安尼抓拎，用徛足久的排队啊，这间足侪人的啊。这是你男朋友？我男朋友啦，我要结婚啊呢。讲结婚？嘿啊，你佮甲我安尼骂，安尼你敢唔敢摸我啊？你贴啊好啊，我包3000啦。3000啦，我袂卖讲3000啦个代志啦。迄都过去啊！我都讲你讲做的时间冲动，较假啦。你安尼问看清楚，问上在人大细声，安尼卡袂着，你就安尼戏个，你真正一个好抬到塞哪老，听有无？无。好，啊，是足困难的。应该对你讲，逐项拢困难嘛。早知影我就好好拍球好啊。来，拄在这情形。人个明明是伊的男朋友，哈，伫安尼安怎，这是正常代志。就问我清楚了，再去讲要大细声。伊这个情形，咱第一句讲扣着死后，第二句好抬甲塞哪老，这两句。是做这情形，你感觉是第一句的扣着死后，举手。
两个我嘛叫收好啊。哎，你两话为好，哎，来，来讲一个理由。就是讲吼，咱足欢喜的看到一件一个代志，咱看到是哦，遐有一个敢若捡到什物好代志啊，因为我足热心呢，对无？敢若吼哦，这件代志我一定爱管吼，今日捡我拄到啊，我就一定爱管啊，这个好我若是看到，我就一定爱捡，同款的意思。哎，我听无啦。哎，这个我嘛是听无。对，我嘛听无。但是我看这个字吼，捡到丝毫，安尼看起来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你家是几安喏？我接落去讲啦，就是伊看到这只猴伫遮，啊冒死啊，叫啊死的，哇无效，我接落去无啦。所以恁三位女的查某囡仔竟然是好好大家塞哪老。沙拉老对，我有原因的，这个是爱安怎讲呢？就刚刚咱去拍牌，咱摕起来这个牌足水的，毋过互我拍到起了了，这意思是讲这粒鱼啊足水的，啊抬甲唔黑白抬，抬甲伊迄种尻川拢半晒安尼，本来好好会使食伊，不叫我用甲拢袂使食。甲是什么？甲拄仔有什么关系？哈？甲拄仔剧情有什么关系？咱搭拄仔伊的经营就是安尼，本来啊，恁伫遐迄讨论这个代志是好意，啊，毋过你无问清楚，无问清楚，对，啊，个安尼骂，好意变做歹意啊啦，骂唔对人啊，对啦，是毋是欠我啦？袂负啊！恁应该赞成伊的讲法啦。来，正确的答案，老师请。哦，小寇足厉害呢。这个另外补充一下，这猴吼，这算上天赐予咱台湾一个真珍贵的资产。因为伊的花吼是迄个蓝色的。普通咱咧做生物实验时，咱动物的花拢较红色较落，所以有时咱物件甲做了吼，内底安怎反应咱看袂出来。毋过猴伊的花是若是毋过小可通光，所以内底进行什么反应吼，会当用显物件安尼甲看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科技的技术呢。啊，另外伫讲迄个捡到死猴吼，咱咧讲好歹运呐，好运的着事情，歹运的着王大会，盈盈，拢会使吼。啊，其实讲这是好歹离运呐，像讲青眉鸟拄着死鸟鼠，这是好运啊，歹运。好运啊！嘿，啊，捡到宝利运嘛是好运，啊，捡到死猴，因为这是足珍贵的物件，所以捡到死猴是讲你好运呐。所以应该照小寇的意思，你讲明明这猴是足好的物件，结果互你这个两公的总破西哦，糊涂总破西用甲抬甲屎拢流出来，根本就袂食一啦。所以讲做代志吼，学都无济啦，啊，用代志用甲歪个起错安尼啦。所以正确答案应该就是小寇伊所解说，好抬甲屎哪流。哇，这早一点我唔知影人细汉吼，学文过遮好，来，这破声互小可来嘿。吟诗作文真错哩，这首大家应该若有靠年会熟看，是。无人甲新人呐，无人甲新人。阮做囡仔是点啊点滚滚，阳光好汉来做滚，点啊点就是关的，伊是点啊呢吼，真2、3，安尼好，我找3人班长，头两个你。好。点啊点地鼓，啥人下暗要娶某？点啊点叮咚，啥人下暗要嫁翁？后壁这两句，安怎小可？好。点啊点水工。你点对。哦，我加一个，搁一个，嘿，够歹，搁一，是嘛着？是吧？点啊点水工，啥人放屁烂尻川？点啊点册包，啥人下昏暗来滚刀？伊拄仔就讲阴暗嘛。阴暗哦。好，你这字甲字是押韵嘛？册包刀。滚刀，嘿。啊，所以你称你知影嘛？对，尻川。所以这两字咧。水工。羹。一定是水羹嘛？唔知个称，唔知押韵。哦，水羹。来哈先生，后壁这两句。这个难。点啊点铅笔。你若是歹囝，才做插；点啊点分，你是英雄好汉去做兵。歹势，拄啊迄山东腔，歹势。你现在无夹过鉛笔啊？鉛笔，哦，鉛笔。嘿，
鉛笔两种写，一种咧吐的嘛叫鉛笔。鉛筆，老師拜託了，這正確嘅，都有。點啊點地鼓，伊迄時啊一面講啊一面點。哦，像點到即句點完時候，像我點到就愛離開啊。哦，啊，算一點好來。點啊點地鼓，啥人下昏暗要娶某？點啊點叮當，啥人下昏暗要嫁翁？點啊點水缸，啥人放屁爛尻川？點啊點冊包，啥人下昏暗要來阮兜？點啊點鉛筆，你若是歹囝才做賊。點啊點分分，你是英雄好漢去做兵。嘿，拍鼓啊，各位謝謝老師感謝哈。來，大家請起來。來，做伙等下咱做囡仔的時代，做伙來甲點倒去靠。嘿。點啊點地鼓，啥人下暗要娶某？點啊點叮當，啥人下暗要嫁翁？點啊點水缸，啥人放屁爛尻川？點啊點冊包，啥人下暗要阮兜？點啊點鉛筆，你若是歹囝才做賊。點啊點分分，你是英雄好漢去做兵。謝謝，感謝，後日繼續去看惠山惠水惠林咯。来到这也有碰过有老师咧，甲咱来解说真济，台语的这个意思才知影，台语真正是学问足济啦吼。安尼我知影的台语差不多就到安尼，真正足趣味，足好看一个节目。再会。感觉真正足趣味的，有碰过，搁有老师，搁有足侪朋友啊，伫遮和伊伫遐耍啊，搁伫遐学台语啊。哦，感觉台语真正是足无简单的。毋过呢，愈耍啊愈欢喜，啊，这个节目嘛是足好看的，大家爱会记来看哦。